5个无辜的人被绑在一个电车轨道上，一辆失控的电车驶向他们，眼看就要碾上去了。而你，就是那个掌控他们命运的人。你只要拉下拉杆，就可以改变轨道。你会拉吗？另一个轨道上面也绑着另外一个人，你还会拉吗？只有功利主义的人，才会选择用1命换5命。生命的价值是能简简单单用1或5来量化的吗？当然了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牺牲一个人去救另一个。毕竟道德主义的人也不在少数。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那如果我加个条件呢？那5个人里，有恐怖分子会危害世界，而那1个人是你身边的亲人，你会怎么选？首先，没有人知道未来谁是什么样子，即便有人知道，你也选择袖手旁观。那个，如果有人站在未来回溯过去，那么生命的价值就可以被量化。值得救就应该救，不值得救就宣判他死刑，是这个意思吗？